各位志在必得嘅觀眾，大家好啊！上個禮拜咧，我就同大家講咗咧，就關於恒指嗰個點解會有創新高啊，或者嘅來龍去脈，究竟啲關鍵位啊，喺個技術指標嗰度究竟點啦？上個星期都有講過咧，就會同大家咧可能會講緊剖析緊啲美市方面嘅咁嘅情況啦。大家都明㗎啦。美市咧就跌咗好多啊！本身上年咧就係威係勢咧，就節節上升咁向創新高啊！但係咧就大家都明白一樣嘢係咩咧？明白咗一樣嘢就係會唔會特朗普上場之後咧，跟住就有啲變化？其實咧美股咧都曾經咧就試過一段時間嘅蜜月期啊，甚至有 Trump trade 呢一樣嘢。好話唔好聽咧，就去到差唔多即係真係正式上場嘅時候咧，特朗普已經開始咧就已經開始講緊啲關稅上嘅一啲政策。有啲人咧就會覺得話開頭就擔心咧，淨係對中國方面咧就會實施得比較嚴重啊，中美關係咧就可能又有轉化到一啲即係可能差唔多成4年前咧有啲惡化嘅情況嘅跡象啦。但係咧就大家都最尾就發覺一樣嘢咧，就原來咧就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咧就有啲咧就係全球性嘅，甚至咧就可能係越近咧就越係即係立關稅越立得更加嚴重，即係墨西哥同加拿大。但係仲有一個焦點咧，啲人就會諗緊美國咧本身咧由頭到尾咧都有好多本身概念上嘅嘢嚇。咩概念上嘅嘢咧？就係包括咧就講緊 AI 呢一樣嘅範疇啦，同埋減息咧，究竟係個步伐係點咧？都係本身美國市場上咧係喺由上年開始咧，甚至可以話係前年咧，就2023年嘅11月開始啊，講緊講緊立期咧，由14,000幾反彈嘅時候咧，已經講緊減息。究竟幾時來臨啊？減幾多次啊？而本身咧，亦都嘗試咧，就喺度講緊個人工智能方面咧，由 NVIDIA 開始已經講緊話，喂，會唔會有個新嘅 picture 咧？本身好多關於 NVIDIA 嘅一啲相關嘅投資啊，或者合作方咧，本身上年咧其實都升得非常之唔錯。可以咁講啦。有啲人都會講緊話，喂，會唔會係可能同即係小弟本身嘅 AI 選美呢本書咧，究竟會唔會又係可能會帶翻出本身嗰個美國市場關於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方向啦嚇？我可以咁講啦，其實即係簡單可能都會喺呢一次入邊都有講，簡單可能講少少呢本書究竟入邊係講啲乜嘢，跟住再帶翻出咧。其實我揾一隻股票嚟做一少少例子啦嚇。如果咧其實係講緊呢個 AI 選美啦，首先都多謝威 Sir 有入邊係幫手寫個序啦嚇。但係咧其實咧我諗大家咧喺人工智能方面咧都會係成日都會諗緊，聽嚟聽去都可能係講緊嗰幾間公司啊 Meta 啊NVIDIA 嘅硬件嘅NVIDIA 啊，或者唔同嘅公司，譬如你冇可能話 Tesla 都係，即係根本上好多公司咧你都會諗緊好究竟同 AI 有咩關係？但係咧呢一本書咧，其實首先咧就帶出一個重點咧，就係你知道人工智能唔係今日發生嘅事嚟㗎。其實好早之前咧，其實已經係美國嘅市場咧，已經係講緊，甚至環球市場咧都講緊一啲人工智能嘅發展。只不過咧，其實就逐漸咧有好多唔同嘅普及化，即係之前咧可能發覺有啲咩元宇宙啊，或者係講緊啲虛擬，即係講緊啲就算係虛擬貨幣呢一類嘅嘢咧，都係一個本身人工智能嘅進程嘅一部分嘅啫嚇。但係你話去到由元宇宙變翻到再人工智能啊，或者有啲機械人嘅嘢，究竟係咁混亂嘅一個人工智能嘅版圖，究竟你去點分咧？我就本身咧就我會覺得大家了解人工智能一樣嘢，你首先要知道其實呢啲嘢係由點樣得出嚟嘅，即係包括話喺啲數據度得出嚟啊。究竟係你聽到話算力啊、算法呢啲嘢點樣咧？其實我就會將喺本身人工智能咧，首先係分開上中下游3個層面，而同樣道理咧你會諗緊話究竟有啲咩公司咧牽涉喺入邊咧？我本書咧最主要就講美股嘅啫嚇，講美股。
本身咧美國嘅上市公司究竟有幾多係牽涉唔同嘅範疇嘅嘢，甚至係獨特有一個技術面咧，係可能你會覺得話，原來我了解呢個技術面咧，就知道呢間公司咧究竟賺唔賺到錢啊？咁因為你本身好難了解一間公司係每年個業績嘅你可能未必會成日睇佢報表啦，但係你都會知道咧，原來呢間公司係代表性嘅技術係喺邊一度嘅。咁嗱，我打個譬如方啦，咁大家可能你要了解咧，而家點解成日講緊 DeepSeek 係會影響NVIDIA 比較重要咧？咁你上中下游入邊咧，上游咧最主要嗰個角色咧就係講緊半導體啊。甚至咧，其實牽涉咗中上游咧，係運算中心呢一樣嘢。咁好多嘅 data 咧，其實都係有需要咧，就究竟有幾快嘅速度咧？即係可能你想揾啲 data 出嚟，或者網上面 search 嘢啊，即係講緊中游就講緊啲雲端嘅服務啦嚇。咁你要揾啲資料出嚟之前咧，究竟你係喺邊度可以幫你去 absorb 緊，即係話搜集咗好多嘅 data 啦。咁嗰啲 data 究竟點樣冇我做分析啦？點樣攞出嚟咧？咁呢一樣嘢就係要計你即係個算力有幾快，即係可能你要打啲本身啲資料啊嘅時候咧，原來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要幫你可以 generate 到啲嘢出嚟，甚至係可以攞出嚟啦。咁呢一樣嘢就係本身啲晶片上嘅作用。咁晶片咧，其實一張晶片嘅硬件最開頭嘅時候咧，就係本身係一個人工智能嘅上游咧，係又衍生出嚟嘅，即係半導體，尤其是講緊半導體。咁半導體呢個角色咧，又因為咧本身已經要訂嗰啲人咧，其實係一早可能係早於2-3年已經收集咗好多唔同嘅晶片去做佢哋嘅運算啊，或者佢哋可能研製埋佢自己特定嘅一啲佢哋公司嘅晶片啊，即係 even 可能你講緊三大雲端公司啊，譬如 Amazon 啊或者 Google 同埋 Microsoft 咧，其實除咗訂 NVIDIA 嘅晶片咧，其實佢自己咧都有佢哋自己本身開始慢慢整緊佢哋自己合適嘅晶片去幫到自己即係做運算方面啊，或者係可能做個模型方面啊，究竟可以點樣做？咁所以咧就本書咧就幫你哋可能會理解一樣嘢，就係原來人工智能嗰個進程咧，某方面可能係牽涉半導體嗰啲咧，或者邊啲半導體嗰啲特徵，可能係原來做個 chipset 入邊有個入邊咧，原來係有牽涉有咁多嘅 items 嘅。唔好諗緊單單咧一塊晶片入邊可能就係一塊片，但可能成個結構嗰個電路板啊，或者係個設計上面咧，即係就算我當嘅 ARMS 咁啊，咁都係一個設計嘅界面。你塊晶片點樣擺法，或者擺多啲，或者點樣擺法可以令到個運算快啲咧？呢啲都係一種技巧嚟嘅嚇。咁究竟點樣整張晶片可能會用啲咩技術去做咧？原來有特定嘅公司咧係做某啲技術做晶片嘅時候需要用到咧，就要劃分咗呢啲咁嘅公司出嚟。而要好多唔同嘅上市公司咧，即係美國嘅上市公司咧，其實都有佢哋特定嘅技術咧，係幫到呢一門嘅。咁你就會理解話原來呢種技術如果又興起翻或者再 upgrade 翻咧，某啲公司其實會有得益嘅。好啦，咁我就連帶埋咧就大家講可能大家好中意嘅 Tesla 啦。咁 Tesla 咧其實點解我突然間跳咗咁遠咧？咁其實咧去到人工智能咧，其實佢個普及化去到機械人發展咧，其實我講 Tesla 啦，其實有啲人就會當係車。咁但係咧，如果機械人發展入邊咧，人工智能咧，佢到後期嘅時候，中下游嘅時候，尤其是下游咧，就會牽涉啲軟件應用咧，同埋硬件上點樣去配合緊即係人工智能嘅運作，或者係譬如你會牽涉到而家係啲雷達啊咁嘅嘢咧，都係牽涉喺在內嘅。即係點樣機械人其實都係人工智能嘅一部分嘅後邊，即係下游嘅應用一部分硬件應用咁因為本身咧點解會咁樣提到Tesla 呢一樣嘢咧？因為好多人咧仲係會圍繞住 Tesla 係一隻車嘅公司。咁但係 Tesla 咧，其實到後期咧，大家可能而家 Tesla 嘅市值咧係差唔多全部嘅車廠夾埋嘅總和嘅市值咁但係咧，其實佢講緊嘅車嘅銷售量咧，就只不過係可能而家佔全球1.幾個%，因為好多車咧其實都賣得好過 Tesla 嘅，而家計晒成個全球銷售嚟講。咁但係點解會有啲人會俾佢咁高估值咧？其實就係喺佢本身嗰個機械人發展啊，甚至係3級嗰度咧，就個市值咧已經加咗唔少落去。咁嗱，打個譬如啦，其實你會諗緊話點解嘅人工智能同機械人有啲乜嘢關聯咧？
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個機械人咧，其實你就算係你整好一件硬件出嚟咧，佢都只係識喐嘅啫。即係可能你會淨係諗緊佢淨係得個識喐，咁但係點解佢會係可以做到你應該要做嘅嘢，甚至可能會同你可以做到啲對答嘅嘢啊，或者成咧？咁呢個就會牽涉到佢要攞啲 data，甚至你 input 一啲邊緣 AI，我哋俗稱嘅咩邊緣 AI 就係入咗一啲一啲記憶體儲存喺個機械人嗰度，可能個 data 已經好豐富，而你只係攝落去嘅時候咧，個機械人都可以幫你即係剖析到或者做到你應該要做嘅嘢，呢啲都係要人工智能嘅配合嘅。咁所以咧就喺入邊嚟講咧，就算係講緊喺本書入邊佢提到Tesla 咧，都係用呢個重點嚟去提多過講可能關於車，因為車咧其實牽涉嘅另外一個人工智能嘅界面嘅，當然係車聯網嘅一啲嘢啦。咁車聯網又牽涉好遠啦，咁啊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剖析。咁但係咧到最尾咧，就反而想同大家咧就講多少少咧美國呢邊手嗰個情況係當係 round up 翻呢一次同大家做呢個短片啦。咁其實美國嗰邊手咧自己咧本身一路以嚟咧都睇緊佢哋個調整去到邊度嘅。咁去到後期咧，其實一早可能早於2個月前咧都自己有個即係技術分析面咧去諗緊立期有機會調整到19100附近嘅。咁好話唔好聽咧，就啱啱好呢個星期咧，就都去到19139啦，就同自己嗰個嘅預測咧有少都接近嘅啦。咁去到呢個關口嘅時候咧，都亦都介乎於啱啱 CPI 又啱啱出咗，又亦都喺之前咧做咗一個明顯反彈。咁暫時嚟講咧，我覺得咧就美國嗰個市場咧就開始需要整固翻嚇。如果唔係個市咧開始會散嘅，即係雖然特朗普係講緊一樣嘢就係我哋都要有啲要受即係要接受呢一樣嘢嘅股價或者個市場上有啲衝擊啊。咁但係咧我相信咧美國市場嘅即係嗰部分咧就唔會去俾佢入面到咧個市場會沖散嘅。咁所以咧到頭來大家就要接受翻咧，其實美國市場真係有少少一個調整嘅方向仲係做緊嘅，但係就一啲概念化嘅嘢，即係譬如人工智能啊，或者或者可能係啲軟件應用、硬件應用嘅嘢咧，其實都係成個環球仲進行緊嘅。就所以美國呢一邊手比較呢一方面比較成熟嘅話咧，總會咧喺一啲估值去重估之後咧，都會重新咧 pick up 翻佢哋個升勢。我覺得呢個調整係喺美國市場入邊嚟講係必須嘅。咁但係咧就密切留意咧，就譬如頭先講緊關鍵位置，究竟立期會唔會跌穿咗19100呢個位置啊？或者標指會唔會係繼續可能會係有個下降趨勢？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喺呢個星期入邊咧，就開始要做呢個整固，咁先至可以維持到咧大家想講嘅反彈。而家都仲係一個整固期嚇，咁下次再同大家講下啦。